港產片這套勵志劇，全城和應，卡士都勁，豪情盡興，杯杯飲勝，錢銀要揈，改日鋪情，曾俊華亦見證。那舊日食飯伴黐花邊對酒高興，夜幕玩樂任性，公關小姐女侍應。何時何年何月，半醉半夢半醒，有笑有淚有溫馨，麗情開話全城。班底戲碼及正，為何沒有粗口豐盛？人情味再加上感性，口碑確認。今非昔比，有大時代見證。實力魅力驗證，施展看家本領。患難共度絕嶺，緊守崗位冇捷徑。人為人謀人定，破格破局破冰，兩餸配飯冇得頂，不敬穩中求勝。極具極盡勵志，低谷幾許失意，命運莫是大志，堅守初心我願意。誰和誰人明智，期盼有日會知，各有際遇創新思氣格，增添層次。我叫 Francesca， 今年19歲。我就係呢個夜總會嘅小姐之一，葵芳。而我嘅絕技呢，就係我嘅口音，因為我嘅口音係扮出嚟㗎。大哥，點啊？可唔可以多啲啊？因為我之前嘅表現呢都唔係好姣到啊，跟住我就同副導演講，不如你俾我試下用口音啦。Jack 哥，你要唔要嚟多一啲啊？哎呀 ，Jack 哥，係咪真係要成身都係嚟醬啊？香港人最緊要就係真係開心啦，活在當下。我葵芳話嘅。歡迎大家嚟到苗疆愛填詞，請俾個 like 留個言 share 我嘅片，同時可以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咁我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噶啦。由於 YouTube 對二次創作嘅規限，我呢個 channel 舊曲新詞創作嘅模式要生存其實好困難。換句話講，係唔能夠透過廣告獲取任何嘅利潤，而 Superfans 亦都被停止使用。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呢個 channel 嘅，可以用 PayMe 或者支付寶掃一掃 QR code， 亦都可以經銀行過數。我嘅動力有賴你哋嘅支持。